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。这礼拜是有2阵大陆冷气团要来，今仔日头一阵已经到地啊。天气反冷，桃园以北东半部会较敖落雨。也来拜三水气减少，不过加长工就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要来，要到拜六才会较烧落。 这几天北部落雨，天气够冷。气象署指出，8月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、东北部反冷，加上华南分河区相对东边来，所以桃园以北东半部较敖落雨，中南部山区嘛会落一寡。到拜三雨水就会减少。不过拜四虽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时到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都会阁落雨咯。 到明天左右呢，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可能会有一些降雪出现的情形。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。波的冷空气接着在周四就会再度南下，这一波所带来的降水主要以迎风面地区为主，西半部大致上面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。 气温的部分，因为这礼拜受到2阵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气象署表示，按8月开始，北台湾的高温拢未超过20度。然后到拜四开始，因为辐射冷却加上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北部甲东北部会较寒，其他所在是早暗较冷，就要到拜六才会变较烧热。 整体来说是一个比较偏向辐射冷却，也有一些造成低温的状况。那可以看到中部、南部其他各地的气温也都是在这一段期间是比较偏低的。那预计呢，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的低温可以来到14度上下，其他各地大约在16、17度左右，感受比较偏凉偏冷。那后续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周四到周六的清晨这段期间，各地早晚的气温也都是较为的偏低。 气象署表示，这礼拜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，亲像较空旷所在，也是外山区，都有可能会降到剩10度左右，日夜温差大。气象署嘛提醒民众都要穿雨袖。记者卢尚珠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